继续来看这个高山大闹着台北的精华区。先是顶礼拜，文山区万兴里一个社区，有一只高山行伫电缆线的面顶，里长赶紧联络着动保处来掠高。想袂到这个文山区的高山也未掠着，今仔日伫中正区的河堤里，阁有一只高山伫厝顶咧走跳，伫遐伫食木瓜。 山高一日稀沙市豪宅顶伫咧食木瓜，这款的画面竟然出现伫台北市中正区的人家厝。骹手正好跳起人家厝外墙，好看到人就惊。就攀爬到这边过来，他就看到我出来，就也很凶恶。我看他跟我要对峙了，我就。唔是一个人看到尔，李长讲顶礼拜就过来里民看到山狗。 目前猴子没有伤人啊，有些水果他们自己在吃。山狗入到都市，嘛发生伫文山区。顶礼拜有民众翕到山狗伫电线顶面伫行，里长随联络动保处，开始准备要掠狗。可能是猴群之间的排挤，然后造成它就单独跑下山来。动保处提醒讲，台北市文山区甲中正区的山狗目前拢还未掠到。 咱乡亲若伫市区看到因的踪影，千万要会记紧，莫接触，莫加饲，莫加讲，安尼较安全。